开超过21所兴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，21号正式落成启用，对台南未来经济甲产业的发展拢是重要的一步。当然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市府嘛首次利用大台南会展中心召开防疫记者会，宣布台南市除了配合中央启动药师送药到厝的政策，嘛率先推出家属斗相共到药局领药，也个有奖励金200块。那所以说，对于确诊者的居家照护，那现在中央规划是由药师来送药。但是基本上，因为台南市很多中小型的药局，甚至很多1人药局，那如果药师这个要去送药的话，可能就要铁门拉下来，就无人来这个药局来服务了。那届时面临的这个实名制的快筛试剂的贩售，还有其他一般医疗用品的贩售，甚至于这个处方间药物的这个领药哈，都会造成民众的困扰。所以说，我们除了这个药师送药之外呢，我们也启动这个确诊者家属的照护哈，确诊者家属的领药。那对于确诊者家属，如果来领药的话，哈，我们也提供200元的这个奖励金，或者是同等额的这个代金，或者是同等额的物品，来这个给带领药的家属哈。另外，因为疫情确诊人数愈来愈多，嘛，互民众注疫苗用药，各县市的存货量明显不足。对此，市府强调，如果中央这2礼拜若有配送，就会伫台南注疫苗系统来公告场次。台南新闻，阮及何强芳采访报道。